中共19届七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共病毒疫情继续在多地传播，预计在20大前，地方封控会逐日加码。中共关于隐瞒中共病毒疫情数字，因此真实感染人数一向被认为严重瞒报。不过在20大召开之前，爆发疫情又成为中共当局的维稳需要。继河南悬赏5万元人民币举报阳性病例之后，各省市索性发出通报，即使本地没有疫情，也要封城。在乌鲁木齐、伊宁、库尔勒、吐鲁番等地的解封仍然遥遥无期，大批外来务工人员陷入了生存困境。当局便是直接要求被封在当地无法离开的游客再就业。有自称被困的上海游客称，我来乌鲁木齐旅游，落地就被抓，被安排去摘葡萄，然后搬到晒房做葡萄干，摘葡萄1天工资120元，包吃住，20大结束之后才能回上海。这名游客还表示，的确不是疫情问题，而是20大开会需要。中国政府从10月4日起停止了所有从所谓新疆发出的列车和长途汽车，并停飞了大部分航班，禁止居民和游客离开，但封城导致的物资供应不足。社交媒体平台持续涌现出求救信息，请求供应食物和其他物品。中共的七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全会将敲定中共下一届的领导班子。但是今年这个七中全会可以说是1981年以来中共最奇特、最特殊的一次全会。一方面，习近平要突破中共既有的规则，实现第3次连任总书记，并推出一大堆自己的人马为他的权力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过去5年也可以说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5年，不但经济陷入了危机，而且外交方面也是四面楚歌，党内各派实力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内部斗争相当激烈。在这次七中全会之前，各种政治谣言一直满天飞，中共各派都在此期间积蓄力量，试图在20大召开前利用各种所谓内部消息的放风来影响政局的走向。20大前，中共多名高管被处置。9月底，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和公安部前副部长孙立军都被判处死缓，判决明确2人必须终身监禁，不得再改为无期徒刑后减刑或假释。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正在通过反腐清理对手和提拔自己的亲信。10月10日，乌克兰基辅等数座城市遭到俄罗斯的导弹轰炸，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基础设施、建筑等遭到严重迫害。这也是几个月以来基辅第一次遭到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此次打击是对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回应。俄罗斯安全议会副主席表示，未来行动目标是铲除基辅政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普京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伤害无辜的平民，提醒居民有些地区会被断电，并让人民为了自身的安全留在避难所。美国总统拜登谴责普京发动的导弹袭击，并表示此举强化了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称要让普京和俄罗斯对其暴行和战争罪行负责，同时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尖端导弹防御系统。而德国国防部长同一时间宣布，德国向乌克兰承诺提供的防御系统第1套即将送达。爱尔兰和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政府已经对中共在境内设置海外110警察服务站展开调查。有报告说，中共在全球设置的50多个海外110警察服务站，因涉嫌跨境警务活动，引起多国政府的关注。爱尔兰时报10月8日报道，爱尔兰政府就中共在其首都都柏林设立的海外110警察服务站向中共大使馆寻求答案。报道说，爱尔兰政府正在审查此举是否遵守国内和国际法律。西班牙邮报也证实了部分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内容。报告提到的至少2个西班牙境内的中共110警察服务站确实在与中共警方合作。这些110警察服务站在塞尔维亚和西班牙均涉及非法治安行动。报告称，西班牙内政部已经对此启动调查，